大家平安。这条题目我是为面册的，对囡仔讲台语，台中台语囡仔伴这个马种也看到的。这条真趣味会使用小学生听话方式，嘛会使用国中生的做法来做。安尼咱就来看卖啊首先我先讲小学生的方式题目是安尼：A 乘 A 是6，A 乘 B 是18。问讲 B 乘 B 是偌济？好，看到这个 A 乘 A 是6，就会使家己想做是一个四方柱。这个四方柱，这个四方柱边的长是 A，这个四方柱的面积就是 A 乘 A 6。所以这块四方柱伊的面积就是6。这是 A 乘 A 代表的意义。再来看 A 乘 B 是18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有一个长弧形，一个长弧形，这个长弧形，这个边是 A，另外这个边的长是 B。所以 A 乘 B 是18，就代表讲这个长弧形面积是18。我写在边A 乘 B 是18，代表讲这个长弧形的面积是18。所以咱来看这个四方柱面积是6，这是18。同款，这个四方柱这个边是 A，这个长弧形这个边嘛同款是 A，所以这个长弧形描述就是甲这个四方柱用三底这个四方柱来斗。我就安尼画，1、2安尼，1、2、3，就是这个四方柱面积是6。摕三底来斗，1底、2底、3底，安尼斗起来，斗起来面积是18。所以咱就会当知影讲，你看这个四方柱，边的长是 A 嘛，所以这嘛是 A，这嘛是 A，这嘛是 A，所以 B 就是 A 的3倍的意思。B 就是 A 的3倍，就是3个 A 嘛。刷来，题目问讲 B 乘 B 是偌济？真简单。B 乘 B 就是讲，你看 B 伫倒位？伫遮。就是 B 乘 B 就是讲有一个四方柱，边的长是 B。问讲伊的面积是偌济？所以我安尼画，这是 B，这四方柱边的长就是 B。问讲这个正四方柱的面积，真简单，拄则毋是讲 B 的长就是3个 A 嘛。所以3个 A 就代表讲，我就会当甲这个四方柱安尼挂，3个 A，3个 A 嘛，3个 A。逐底四方柱，这边是 A，这四方柱面积拢是6。6、6、6、6、6、6。所以 B 乘 B 就是这个四方柱的面积，真简单，就是6有9底54。这是头一款解法。
过来第二款，我用各种一年的方式来解一条。好，安怎来处理？咱来看哦 ，A 乘 A 是6，A 乘 B 是18。好，这是第一式、第二式。好，啊，因为第一式甲第二式拢有 A 嘛，所以我就甲第二式分互第一式，就当写做是 A 乘 B 分互 A 乘 A。好，啊，这个时阵就剩 B 分互 A，就是18分互6，3。好，所以代表讲 B 就是3倍 A，就会使安尼知影。啊，刷来，题目问讲 B 乘 B 嘛，好，所以 B 乘 B 是偌济，真简单，因为 B 就是3倍 A，所以 B 甲写做3A，所以安尼倒起来就变做是9乘 A 乘 A。好，啊，遮的 A 乘 A，A 乘 A 就是第一式，A 乘 A 是6。好，所以9乘6=54。好，这是各种一年的解法。过来第三种，我用各种二年的解法。好，若是各种二年以上的学生看到这条，可能会安尼想：既然 A 乘 A 是6，所以 A 就是正负的根号6，对不？好，因为各种二年看到这条，会讲哦 ，A 是正负根号6，因为你毋知影题目敢有讲 A 甲 B 是正的，还是负的嘛？吼，啊，既然 A 是正负的根号6，啊 A 乘 B 是18，所以 B 就知影嘛 ，B 就是18分互正负的根号6。好，我甲正负写伫外口。好，这个时阵我先莫有理化吼，就先安尼。啊，题目问讲 B 乘 B 嘛，好，啊 B 乘 B 就是 B 的平方，就是正负根号6分的18的平方。好，啊，毋管伊是正的还是负的，平方了拢变做是正的嘛。好，所以正负我就毋免插吼。好，啊继续，所以根号6分的18平方，吼，分母就是根号6乘根号6，就是6。啊，分子就是18平方324。好，所以结束54。好，就是直接安尼解决。